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篇，撒母耳记下卷第10章第1到第5节，歌罗西书第1章第9到14节。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赦免。赦免到底是什么？赦免其实是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或是一环，也是上帝赐给世人的恩典。我们常常会提到耶稣跟那一位犯了奸淫的妇人的事情来讨论。耶稣告诉他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。”到底这一位妇人她有没有罪？耶稣基督是否有宣判她是有罪的人呢？很多人引用这一段的经文说，连耶稣都不论他的罪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说别人有罪。其实这是误解完全误解圣经如果这位妇人没有罪，就没有赦免。前我们记得，没有罪就没有赦免，有罪有认罪，才有赦免的恩典的开始。前不久我们谈到了祷告，在祷告的内容当中，我们提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认罪。基督教的信仰祷告里面包括了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认罪悔改。根据约翰一书第1章第7到第10节的经文，这样的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我们若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自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说谎的，他的道就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”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认罪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是多么的重要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的祷告也是这样子来提醒我们。他说：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”主导文里面谈到饶恕，谈到赦免，那到底赦免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在主导文里面，我们说的饶恕，其实我们称之为免了别人的债。我们如果用一般的社会的讲法，就是说一笔抹消了抹消就是说原本有的已经完全没有了，免了就是抹消的意思免了人的债，赦免就是没有了，这就我们说无罪开始牧师非常喜欢从英文来思考，当然那不是英文的文法，也不是英文的本意，不过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赦免的恩典。英文的饶恕是 forgive， 我们把它英文来拆成2个字，一个是 for 为了give 就是给。上帝赦免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给人恩典，给我们恩典，所以他抹消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另外一个字我们说 forget 一样把它拆开，就是 for 为了 get 就得到那为了要得到一个人，就是说当上帝赦免忘了我们的过错，人得罪的地方，
是为了要得着人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赐给了我们恩典，所以 forgive。那让我们认罪悔改之后，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我们，所以是 forget。所以赦免的功课就是两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为了给我们恩典，并得到我们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，赦免的恩典真的是上帝特别赏赐我们的。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，并且能够在这个恩典里面被称为上帝的儿女，能够与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同桌，享受那个宴席。我们看前不久我们一起分享的大卫对待扫罗王的孙子米非波设，大卫不但没有将他当成敌人，还将扫罗所有的财产归给了米非波设，并且呢，让他能够住进这个耶路撒冷，常常与大卫自己呢同桌享用饮食。昨天我们在分享这个羊99只的时候，我们也提到了浪子的故事比喻。我们记得路加福音15章提到浪子回头向他的父亲告解说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，这位父亲却是完全的接纳他，一笔抹消他过去的不孝、不礼貌，把这个财产都花光了，他都一笔抹消，并且让他穿上了华服，还为这个浪子戴上了代表身份的戒指，再一次变成儿子的身份，并为他办理盛大的欢迎宴。恢复关系是赦免最重要的目的。基督徒得到赦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扛下了所有的刑罚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没罪。就好像那一位犯奸淫的妇人一样，耶稣告诉他说，我也不宣判你的罪，可是他是有罪的。他说不要再犯罪，英文说 sin no more。因此他虽然他有罪行，可是他没有受到刑罚，这是带着恩典。耶稣提醒他不要再犯错，只有不再犯错，这样的人才能够跟上帝重新建立那个和好的关系。OK。保罗这样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，他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使我们的生活在他爱子的主权下，借着他的爱子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